喺香港揾一間專業嘅代運營公司咧，係好難㗎。點解香港小紅書代運營嘅效果普遍都咁差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權。點解香港小紅書代運營嘅效果普遍都咁差呢？原因有3點，最後一點最關鍵。先講第一點，好多代運營公司名不符實，合作咗之後，我哋就會發現佢哋只係將個項目轉手包咗俾內地嘅小公司，其實佢哋只係個中介商，唔係真正嘅運營者。第二點，好多代運營公司咧唔係專業嘅公司嚟㗎，佢哋嘅收費係同行嘅好幾倍，搞到商家咧以為可以喺佢哋度得到專業嘅服務，但實質上咧，除咗基本嘅內容發布之外根本冇任何針對性嘅運營策略，推廣嘅效果真係難以令人滿意㗎。第3點因為商家前期咧自己運營過嗰個帳號，就算之後換咗人嚟運營，個帳號咧都會受到之前嗰啲唔好嘅操作嘅影響。後邊咧就算揾團隊服務，都要用好多嘅時間去糾正呢個帳號嘅數據，浪費咗唔少嘅營銷變現嘅好時機。所以喺香港揾一間專業嘅代運營公司咧係好難㗎，服務價格又唔透明，真係令到啲商家好頭痛。我哋係一間專注於香港小紅書服務嘅公司，團隊成員包括香港本地人同埋內地人。我哋提供小紅書運營方面嘅專業諮詢同埋幫助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